好，因為這條包圍風台，總統賴清德今仔日早起，甲這行政院長杜英泰攏有去到中央災害應變中心，要來了解各部會整備的情形。賴清德除了是表達感謝以外，也要求這中央甲地方都要加強合作，針對着高風險的地區呢，都要有方式來替力。因為這國防部嘛有28000多人已經來台兵啊。包圍風台當咧加向台灣，台東的風影嘛開始變大。若氣象署透早嘛發布包圍風台陸上警報。總統賴清德甲行政院長拜五，趕到中央災害應變中心，關心各部會防災相關措施。各部會都已經做好準備工作，特別是經濟部所屬的水電，還有交通部所屬的通訊，也都已經做好準備的工作。我們要加強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合作，來面對這一次的這個颱風啊。那各部會已經做好準備。針對防災的準備，各部會佇通訊、電力、供水系統等等攏做好準備。國防部的總兵力嘛有28922人咧台兵。總統嘛希望地方甲中央會當加強合作，嘛會拼全力鬥相共，解決地方政府防災問題。另外，行政院長嘛提醒，要加強花蓮房山湖的風險評估，盡早做好防備的工作。淹設湖各種情境的預測以及風險的評估。一定要符合未來實際雨量降落的情形，那適時的來做全面性的一個機動性檢討，而且必須提前來因應，來做出各種重要必要的一個處置。總統拜五早起嘛，佇面冊鋪文提醒，雖然包圍風台已經減弱做中度風台，不過暴風圈還是真大。風台拍算拜五暗時會開始影響台灣，尤其新北、宜蘭、甲花蓮地區，都要加強戒備。記者郭正王志光台北報道。